阮遐有做者工厂吼，工厂拢会放一寡电台语歌，台语歌吼，就是迄个有一寡做好笑的人吼，比如讲定定拢有人咧学海鸟的声，比如讲迄种，海风笑我是憨人，海鸟笑我空蛋大，你嘛爱？你这是老海鸟，无就譬如讲迄个吼，工会的歌嘛是迄个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，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海鸟。毋过其中有一首歌足奇怪的，足悲伤的。毋过迄个时阵吼，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。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，可能是我的小时候，可能是恁的年轻时候，我唔知啦吼。恁现场30岁以下的人拍手，有那么多吗？那30岁以上的有吗？拍手。突然，北菜。北菜，恁去有青梅，是人的青梅哦。你光是那个鹅仔寮的主办人就不止20岁以上的啊。对啊，好，无要紧，这首歌听你就知。心事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诉出，无目的悲哀。会晓唱做伙，踏入去不该，是阮不应该换恁来。如今受反悔，如今受反悔，啥人肯谅解？心爱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着忍耐。男性不是无目屎，只是不敢流出来。掌声欢迎钢琴诗人王俊杰。
心事，若无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有时阵想要扫出满目的悲哀，社会大日一套牌，是阮不应该，是阮不应该。心爱你啦！掌声欢迎蔡振南。阿爸，咱毋是讲好你还袂出来吗？就是讲怨到你这种声好听。无，因为你讲你唱这条歹听，所以我替你唱。是啊，我家己写的歌拢无听。真的吗？无啦，这个是彩蛋，这个是彩蛋。他很久没有唱歌喽。有一天，有一群年轻人问我说：“蔡振南是不是只有写歌没有唱歌？”没有，其实我讲原因，无人请我唱歌啦，无人叫我就袂当来唱啊。所以啊，拄着一个囝，毋知咯，青梅找着我啊。我是蚵仔寮青梅大仙。哦，食酒醉叫的对啊，无拄着才过甲讲吼，你逐日都咧唱，逐日都咧办啊，所以我拄好伫后壁啊咧主办逐日才过讲真济话，讲甲我要唱歌之前，我先扫伊啊啦吼。是讲普通时嘛就扫啊啦。对，普通时就扫啊。好。